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经过一个礼拜，今仔日阁来到主的面头前，甲兄弟姊妹接到这个网顶的聚会来相合来敬拜主，求上帝甲咱同在，求神的灵来感动伊的话来进入咱的心中，叫伊的话语一出去。就无多年发出，乃是要进入咱的心，并且伫行为顶面来荣耀伊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。最近咱军队的疫情有小可较起，但是不要紧，咱只要着小心那应该地桥道就着地桥道咱若有时的大意呢，可能危险就来。虽然有别个国家因无习惯，但是咱东方人较保守那疫情较好势，咱逐个人咪平安，有法通做生意，有法通伫教会活动，也是做别物应该做的工作。感谢上帝。看顾保守，咱继续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祈祷。无论这个时因伫什么所在，因拄到什么款的问题，咱为因祈祷，相信上帝会甲因同在，看顾保守。上帝要做因的气力，上帝要做因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。咱也是为着怀伫生理困难的人来祈祷。因为这个经济若无好，影响到规个家庭，甚至规个国家的生活。求上帝特别怜悯，也互咱有智慧、有信心，通来做应该做的工作。愿上帝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祝福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三合码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恩典是何等的丰富，无论世界怎样变化，上帝的力量、上帝的听筒、上帝的恩典永未改变，上帝的信息、上帝的话语永未改变。多谢你，你听阮，你接受阮，成做你的囝儿，接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阮感谢你，今仔日阮徛伫什么款的地位？完全是上帝你的恩典，阮感谢你。上帝，阮知影万事互相效力，叫听信的人得益处。阮现在无论处伫什么款的环境下面，若是经过上帝的恩准，无这项代志会发生伫阮的身上。所以，阮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，来伫这个世上来生活靠主的恩典，来过世间的日子，为了叫上帝名得到荣耀。感谢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一生求主管理，愿献身心为活祭，我双手为主。因被主
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要讲的题目就是更新而变化。圣经甲咱讲，咱着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 ，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。咱基督徒伫这个世上，咱应该毋通跟对这个世界的样式来过日子，应该内面着先求圣灵来更新来变化咱。叫咱定定伫神的内面啊，成做一个圣洁、蒙悦纳的行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来看今日的世界，真侪罪恶，各款各样的罪恶啊，弥漫伫全世界，并且咱会看到现在犯罪的年纪啊，愈来愈轻。咱经常看到，只有10几岁。中学生、初中生的学生，伊伫学堂内面，一个无欢喜，伊就去厝内甲一支枪，对同学开枪，对先生开枪，拍死真侪人。咱若看起年纪轻轻的这个查某囡仔，10几岁哩，竟然伫同学内面突然闯讲怀孕了，伊的父母非常的艰苦心，这个囡仔遐细汉。竟然怀孕了，所以咱看起现今的世界，犯罪的代志愈来愈多，并且犯罪的年纪愈来愈轻。求主怜悯咱。咱今仔日讲这个题目更新而变化，是伫罗马书啊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咱这罗马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，伊当时啊是写到罗马的信徒，但是今仔日伊圣经的话语对咱今日的这个信徒也是同样有迄个功效。伫罗马书大体上可以分做2大部分，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关于教义的问题，就是讲到福音的问题，是对第1章到第11章。伫这部分内面啊，清楚地讲明这个福音是啥物。上帝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甲你表明出来，全人类拢伫上帝的受气下面，因为全人类拢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上帝用伊的公义来审判世间人，就是死亡。但是因着神听世间人，来借着主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来成做人类的救赎，替人类来代替受刑罚，来做成这个救恩的工作。凡也是人谦卑接受耶稣做伊内心生命的救主呢，上帝就要赦免你，因就要得到永生，并且伫上帝的永恩内面有迄个永远的福气，叫荣耀的国度。那么咱活伫世间的时阵，应该怎样呢？所以第2部分啊，是讲到第12章到落尾，就是人类被拯救了后，信了耶稣，就上帝被上帝称为义。什么是义呢？义就是好。咱本来是罪人，信主上帝就称呼咱做义人，因着信心来称义，称呼咱是义人咯，唔能够受将来上帝公义的审判咯。所以咱信主了后，可以靠着主这个圣灵伫咱内心的工作叫做得胜的生活。所以人信主被称义了后应该将家己献托主为主来活。伫教会兄弟姊妹甲兄弟姊妹同心来服侍主，上帝赐托咱
国人无同的温数，这个要怎啊来服侍主？所以上帝使徒无同的这个服侍的能力有诶有即款的温数，有迄款的温数，有诶讲道的温数，有诶就服侍的温数，各款的温数为着是兄弟姊妹三个配合来服侍主，叫咱伫世间来建立教会，来造就信徒伫世间来荣耀主的圣名。所以今仔日咱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头一项，咱要讲的就是基督徒的献身甲侍奉的生活。头一点呢，咱讲基督徒的献身甲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圣经是安尼讲，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安尼讲，所以兄弟我以神的慈悲来劝恁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欢喜的。恁若安尼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应该安尼做。第12章第1节的头两字，所以毋通看这个所以真简单这个所以就是说头前11章第1到11章是讲到关于福音、关于救赎的代志。人既然蒙恩得救、信主了后那么咱就活出什么呢？就活出耶稣上帝爱咱活的生活。所以你这个所以呢，就是说以前呢第1章到11章是讲到福音的道理，因为世界拢犯了罪，被困伫这个无顺服的人当中本来是人应该是灭亡的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上帝的疼甲丰富的智慧甲知识，为着世间人来做成一个救赎的救恩。所以圣经头两字，所以咱做蒙恩得救的人就伫生活顶面来实现、来实行出来，实行主的家事，是诚做互人看出咱是属于基督的人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。咱伫世上应该着来荣耀上帝。所以所以咧兄弟当然包括姊妹。所以再讲兄弟是指上来呢？是指罗马教会会做外邦人信徒，也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信徒。咱今仔日信主的，无论是什么国家的人，只要咱信主了后，神的话语今仔日对咱也是适合的，也是有路用的，也是着应用出来。所以咱今仔日着借着福音的带领，上帝拯救人是因着上帝的福音的带领，拯救咱在世间人，虽是犹太人，然后是外邦人。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尼人，是希腊人，外邦人，都着活出福音的带领出来，伫世间来荣耀主、荣耀上帝。保罗讲兄弟我用上帝的慈悲怜悯来劝恁，伊用慈悲怜悯来劝恁。这个慈悲怜悯是上爱慈悲怜悯是指神的慈悲甲怜悯。神伫第1章到11章，就是讲到上帝用慈悲怜悯来拯救，带咱做无信主的，做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带咱来悔改，伫这个律法以外，互咱来因着信心来称义，因着相信主耶稣
为着咱赎罪，伫咱的心内，上帝就称呼咱做义人咯。伫上帝的眼光看，咱是义人，毋能够受将来上帝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因信称义，如果并且就将迄个上帝的听浇灌伫咱的心灵内面，并且一直用听来保守咱、引带咱，一直到上帝主耶稣上帝的囝耶稣降临的迄个日子。所以对于即款的慈悲怜悯咱信主的人应该就有啥物回应，就有啥物表示呢？所以保罗讲所以兄弟我用上帝的怜悯劝恁，劝你们，劝恁啥物为什么用劝，那无用命令呢？因为保罗毋是用强迫性，你是用宽免的，是信徒听了上帝的道理了后，明白上帝的听，并且甘心情愿的来顺服，来听上帝的教示。所以信徒若是明白神、体会神对咱下跩慈悲怜悯来拯救咱，免去咱永远的死亡。所以这个慈悲怜悯的心是为着咱要得到益处，劝咱做某项代志，毋是为着上帝，乃是为着咱跩信主的人的益处，而且为着是要叫咱要拯救咱免离迄个死亡的刑罚。所以同样呢，保罗也是用上帝的这个慈悲怜悯劝咱，劝咱也是为着咱伫世间顶的这个生命，也是生活的利益。因为伊要劝咱做一件什么有益的代志，还是立定心志，对咱是有益处的，对上帝是有荣耀上帝的名的。所以这个宽免是存着慈悲怜悯的心怀来劝所有的信徒，劝咱什么呢？这个宽免以后，就用这款的行动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受到宽免了后，咱的行动的动力会对倒落来呢？我听了明白是明白，但是我内面无迄个感动去做应该做的代志，无愿意去侍奉，无愿意奉献家己，也是无益，对咱无路用。但是咱应该要有这个被感动的力量，这个感动的力量就是上帝的慈悲怜悯咱。若无，咱是诚做怎样的呢？答案是，这个慈悲怜的这个伊宽免咱了后，这个行动的这个动力驱使力是对神的慈悲怜悯而来的。因为咱若无明白神的慈悲怜悯若无明白咱家己是一无所事的，就是伫罪恶当中生的，咱的行为、咱的内心、咱的思想，伊拢是罪恶的。咱伫神的面头前是一个罪人的，伫这个罪人的身份是应该着永远的灭亡的。但是上帝用慈悲怜悯，对罪恶当中、对灭亡当中，将咱拯救出来，正做上帝的儿女，就叫咱将来来享受上帝永永远远的福气、荣耀。这是何等的一项美好的代志！来，上帝慈悲怜悯，人听了后受感动，受感动了就伫咱内面就一款的动力，愿意安尼做，是甘心乐意的。保罗劝咱什么呢？将甘心乐意的献上家己做活祭。
既然咱知影外邦人的信徒甲犹太人的信徒，拢无配做神的囝仔，无配被拯救。但是因着上帝的慈悲怜悯，伊才拯救咱。所以咱既然忘了这个怜悯咯，上帝的怜悯，保罗就以上帝的怜悯来劝咱，在蒙恩的人，所有蒙恩的人，蒙怜悯的信徒啊，咱着爱惜、疼惜上帝在蒙怜悯的地位啊！咱信了主，咱是一个蒙怜悯的地位啊，毋是咱敖，毋是咱本事，毋是咱较偌好，毋是咱有法通做啥物，一托咱的善事、咱的行为来讨神欢喜。人无论做啥物，拢无法通解决咱罪问题，因为咱是本来是罪的人，无法通拯救罪。只有无罪的人，才有法通代替咱受刑罚，就是耶稣基督代替咱。所以，咱应该存着这个甘心乐意的心，来侍奉上帝，来享受上帝的恩典。保罗劝咱着做啥物啊？伊说：恁着将身体献上，身体就是咱规个人的意思咯，对内到外。对头到下底，咱知影旧约时代，人有做要奉献祭物，什么是祭物啦？牛咯、羊咯，各款的跩，来表示伊对神的亏欠，伊着伫神的面头前认罪，借着跩牛、羊跩祭物来代替伊受刑罚，将献上给神这个祭物啊，所以凡那是祭物啊，开始是活的，然后一批杀跟抬死，然后再献上，所以是死的祭物咯。那耶稣来到世间的是做活祭，是将规个生命活的也献伫十字架顶，死伫十字架顶，来代替人。会做罪孽，凡那是接受主耶稣的人，咱的罪就得到赦免，被神称为做义人咯。咱接受了主耶稣，被称呼义人，就是因信来称呼，被神称呼义人，毋能够受上帝公义的审判，因为带罪的羊已经做成了，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。就是耶稣所做的。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要献身呢？保罗说：“我用上帝慈悲劝恁在信主的人将家己的身体献上。耶稣伫十字架顶已经献上了，成做生命的活祭，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了。那么信徒毋能够创一项什么献上家己，为着咧补足耶稣献身会无够业嘛？毋是，耶稣伫十字架顶已经完成了，是完毕了，是完美的已经完成了上帝拯救的这个计划咯，是这个完美的拯救，无需要人搁做什么。保罗甲咱讲，咱着将身体献上，并毋是需要咱做一项这个献上家己来替耶稣无够业的所在，毋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的目的是啥物呢？头一点，将身体献上是代表将家己的主权献给神。咱内面信主了后，有时咱家己爱做啥物就要做啥物，毋对。咱今仔要想去做迄项毋对的代志，行迄条毋对的道路，讲毋对的话，想毋对的代志，做代志的动机也是毋对咯。
咱信主了后，咱有真侪也阁是需要改变的。咱将家己献互上，诚做祭物。在旧约内面的祭物啊，拢是身外之物，羊、牛、跩等等，是代替物件。但是新约所献上，是你本身啊，将家己的身体献上啊，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家己。咱讲奉献，就是毋但系身体献上，内心阁献上。所以旧约内面的祭物哦，拢是献一摆，给烧咯。烧了后，无法通搁再献一摆。既然都烧了，就无诚做献祭。烧了咯，明仔日搁摕迄个旧的来烧，袂做哩。但是新约的祭是咱逐日献，将逐日的心意来献互上帝，逐日来烧，却是烧袂了的、烧袂死的活物。是一个一直烧的一个活的祭，所以上帝圣经甲咱讲，咱就将家己献就当作活祭献互上帝。那么是圣洁的，是神所欢喜的。是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伫神的面头前分别为圣来献互上帝。那么这个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本来咱失丧、行袂路，伫罪恶当中应该死亡。现在耶稣借着伊独生子将咱找倒来，并且归于家己，并且在今日啊，诚做神的今日，并且顺服，是诚做一个顺服的今日。所以上帝得着咱并且看到咱的顺服将家己献上。这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咱安尼做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并且圣经讲说，咱啊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理所当然就是伫道理上是应该着安尼做，因为咱是将家己献上，将身体献上，是一款侍奉。咱的侍奉若无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咱要怎样侍奉呢？咱若无迄个奉献的心，要怎样侍奉呢？所以奉献的目的的结果就是侍奉。侍奉这两字原文就是服侍的意思。服侍意思就是准备伫迄个所在。要服侍主，服侍主是就听从，服侍就是献上的目的，毋是要叫咱一世人劳劳苦苦努力来做苦工。奉献的目的就是为着服侍上帝、侍奉上帝。上帝叫咱徛咧，咱就徛咧；叫咱行，咱就行。叫咱徛伫一边，咱就徛伫一边；叫咱走，咱就走。这个叫做顺服，是听从主人的切劝，听主人顺服伊的话语。所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信主的人啊，将家己献互上帝做祭物。那么这个祭物是我的祭物，逐日就将家己的心意献互上帝，奉献来，互上帝来服侍伊。这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安尼做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咱是神重价买来。什么是重价呢？真重的价值。什么是真重的价值？就是上帝独生子牺牲，为着咱拯救咱，出了罪恶，出黑暗，出死亡，进入永生，互咱得到永远的生命，称做上帝子呢，互咱永永远远得到福气。所以咱得救是上帝用真重的代价，牺牲了家己的子耶稣。
来拯救咱，这个代价是何等会重啊！所以咱被拯救的人是用重价买来，因此咱这个做仆人的应该着怎样来服侍，这个主人。那么这是咱理所当然的。咱们是讲到上帝爱咱将身躯奉献，但是孤单将身躯奉献，但是你若无行为，你内心若无改变，也是毋是绝对的奉献。所以心煞落去，保罗讲说，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啊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恁察验什么是神的善良、顺全、可欢喜的旨意啊。另外这个翻译较白的就是毋通模仿这个世代的模样，却着因着心思因着咱内面的心思来更新而变化，叫恁证实什么是神善美完全的通喜悦的旨意呢？所以即个甲咱讲啊，毋通效法这个世界，毋通学这个世界。什么毋通学这个世界啊？就是毋通跟着这个世界的时髦模仿这个世代的样。咱现在去 shopping mall 咧，讲个时髦 fashion， 看去一领衫，咱都好看，咱嘛买来，这个无问题的大家人嘛爱水爱穿较清气啊，较好势咧。时髦，这款的时髦但是另外一款的更较厉害的时髦是啥物啊？就是对内心发出来罪恶的行为，诚做一款的习惯，诚做一款的风俗，诚做真侪人模仿的样式，这款就毋对，真可怕。所以咱有时看到囡仔爱看迄个战争的代志，看去伊心内无欢喜，家境嘣嘣嘣嘣。伊囡仔细汉袂晓无可能是伊无欢喜的，伊讨厌的人，还是讨厌的代志，伊就觉醒起来就干担死。踮迄个视频内面伊有法人咧做，等你去学堂咧，说可能我是我同学我无欢喜，逐摆互我受气。伊也倒去厝内模仿觉醒去学堂咧，将同学弹死，将先生拍死。人是毋是安尼？着模仿跩歹的代志呢？看到别人咧吸毒，哇！你同学，大家咧安尼，哇！伊无安尼做别人会笑你。你这个都毋是男子汉大丈夫啊！大家人点烟哇！这支烟夹起来，哇！好像英雄的气概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。咱毋通模仿一款歹的代志啊！那要模仿是模仿啥模仿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咱世间模仿做得 perfect、做得完美的对象。世界任何一个人，无论是啥物总统，伊毋是咱模仿的对象。但是偏偏这个世界，互咱真侪无好的印象，真侪人去模仿啊。咱角目来看起这个世界，咱看到婚姻真正乱，讲这袂着，无欢喜就要离婚咯。所以离婚的代志，2块银就解决代志了。签一张你签我签，这张恁现在离婚咯，结果另外找别个，嘛无欢喜，搁再离婚咯。所以一个人活伫这个世界毋知离婚几摆，结婚几摆啦。
现代人啊，男女的关系无规无矩啊。做人做代志做生理啊，是无诚信。什么是无诚信啊？就是无诚实，佮无守信用，叫做无诚信。没有诚实，也没有信用，无守法，等的罪恶。这世间的代志，世间的这人啊，无论什么国家的领袖都毋是咱模仿的对象。所以咱信主的人毋通效法这个世界的模样。咱叫咱着讲，圣经甲咱讲说，只要心意啊更新而变化。什么是心意呢？心意就是咱内面的心思意念。人的心思意念，也是咱思想，也是行为的基源啊。咱的心思意念若歹，咱的行为无歹，咱的思想也是想去歹去。咱世间人的心思意念是堕落的，是受世界来影响咱，受了世界的罪恶，受了世界的犯罪的人，受了世界的人情，受了世界无好的风俗，受了世界感染罪恶的感染。伫电影内面，伫杂志顶面，伫各方面，电视所看见、目睭所看、所听见，感染。咱人活伫世间，咱像伫这个世间，咱像活伫这个栏杆啊，就是泥沙的这个大的缸内面啊。迄缸的水这个红的水，若是乌色还是红色的，白衫舔落去，你也是变做红色，还是变做乌色的。因为咱这个世界是彼此感染、彼此影响的。世界的罪恶，咱均乌食血，均目食啊，均目食血啊。那均猪食赤，均猪啊，猪是朱红啊，均红的猪就是变做红的啊，均乌目就变做乌的。咱的四周围影响人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则黑，就变做乌，受影响啊。所以圣经叫咱就更新而变化。什么叫做更新而变化呢？咱就脱去旧的思想、观念、眼光，咱的看法，真侪世界互咱的歹的影响计伫咱内面啊，思想当中啊，彼此无影相甲来影响，所以咱就重新，就提起这暗站的，重新伫咱的内心，互上帝来教导，互圣灵来变化咱，来指教咱，要求圣灵来光照咱的心，互咱才有法通更新而变化，互咱看出咱家己的毋对，咱就以上帝的话语、圣经来做准则。哎呀，我有时看到全世间的律法啊，顶摆有咧讲，说咱的律法内面啊，凡若是18岁的女的，互人掠去强奸，伊是有罪的。但是咱就降低一个限制咯，降啊14岁，因为现在真早成熟啊。咱要叫伊做歹代志，愈降愈低。哎呀，这个是真可怕的代志，将迄个犯罪的标准降较低。求主怜悯下，世界的律法，伊讲是对的，但是圣经的律法若毋是毋对的
世界律法吼，无达到圣经的标准。世界律法那就以牙还牙，以恶报恶。但是上帝话语，你着听你的受责，为你的受责来祈祷，无同啊！求主怜悯啊！咱活伫这个世间内面，有真侪来影响咱的思想，是错误的思想，毋对的思想。我看到一个国家、一个所在的人吼，规堆红毛三角自集踮遐食，哇，真欢喜！啊，有人提起，啊，无咱来交换太太哦。我后壁啊，交换太太，今仔暗我用去交你的太太送一张床，明仔我交你的太太送一张床，变做一款的时尚，一款流行，一款时髦，因袂歹势，袂感觉见笑。但是伫上帝的内面，是毋是对的？世界的律法，伊讲对，但是伫上帝的律法内面，无一定是对，可能是犯大罪。咱要听上安尼，上帝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正直的。咱要听的是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标准，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活伫这个世界，叫咱叫更新而变化，将迄暗淡的地走，接受上帝来更新来变化咱，叫咱来测验家己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这个善良的、顺转的、通喜悦的旨意。当咱这个人伫信主了后，伫教会内面，咱就甲教会兄弟姊妹同心服侍主啊。所以上帝也赐予每一个人无同的恩赐、无同的才干，为着三甲配搭要来服侍。但是这个服侍的人，若无将家己奉献，叫上帝有迄个关系，甘心情愿将家己的主权交托上帝，毋是家己的血气爱做啥物就爱做啥物，就将家己的主权交托给上帝。即款的人，这是合上帝用，并且将咱的心意更新变化了后，经过上帝的改造了后，那么即款愿意顺服、愿意听圣灵的引带的人啊，那伫教会内面，甲兄弟姊妹配合，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悦纳，才有可能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名。啊，咱人信主的人，上帝可能有加托你几项的恩赐，但是咱毋通骄傲。凡恩赐较少的人，咱袂用看轻伊。上帝予伊的恩赐，也予伊的信心高业是安尼的。上帝若互咱真大的恩赐，要叫咱做大代志，也互咱高业的信心。所以上帝互咱会安排咱的工作是安尼，伊也是互咱信心，是较伫大众顶面人看会到的。但是咱袂用咧看轻怀较小恩赐的，伫暗中咧服侍怀，咱袂做看轻的。所以圣经甲咱讲啥物呢？伊说毋通看家己，加伊所应该看的，着照着神所分托人的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是拄好的，合乎中道是适合的程度。所以求主怜悯咱当咱愿意信主了，愿意服侍主的时阵，咱就将家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并且
咱的内心更新变化，人对在世界的习惯，在心思意念，咱就求上帝来改变咱、更新咱，互咱常常伫神的面头前讨伊的欢喜。因为一个人肯将家己交托主的时阵，伊的行为、伊的一切拢是将上帝的主权摕伫伊心内的第一。家己的意思，咱就听上帝的带领，毋是咱家己爱怎样就怎样，求上帝怜悯咱。盼望今仔日的信息，咱听了后，伫神的面头前好好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将我家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义的器皿，为着义，为着做好代志，为着侍奉上帝，我将家己来献予你。上帝，你爱叫我去倒落，我顺服；上帝，你叫我做上细项的代志，我顺服；上帝，你叫我做扫涂骹、janitor，我顺服；上帝，你叫我做大代志。上帝会互你信心，会上互你恩赐。所以咱大家啊，伫神的面头前谦卑，愿将咱家己献予主啊，伫咱的心内常常的更新的变化，合乎神的意思，咱的想法合乎神的意思，咱就可能成做上帝所重用的器皿，伫教会当中，甲兄弟姊妹相合造就。并且来荣耀上帝的圣名，愿上帝祝福咱逐个人。咱三合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今仔听到今仔报道你的仆人保罗所传讲的信息的假使，阮听了后求圣灵来帮助阮，互阮开力，互阮真正。会将家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来荣耀主，望主来使用，用上帝的主权伫阮的心灵内面来做王做主。阮也愿意伫这个黑暗的社会世界当中，求主你保守阮，袂互跩黑暗错误的势力、思想观念来影响阮的心思意念，甲阮的行为，愿主来加使阮，愿主圣灵来充满阮，来引导阮，来光照阮，叫阮谦卑的服伫上帝权柄下面，望主来使用，甲兄弟姊妹同心配搭，来伫教会来服侍，彼此来造就，一做增长。诚做上帝合用的器皿，阮安尼交托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